笑笑咁大。其實我好想佢有時好似普通嘅小朋友或者同年嘅小朋友，因為呢個病啦，會驚有人話佢醜怪啊咁樣咯。有一樣嘢最慘咧，就係幾年啊都冇試過瞓一個好覺，除咗病咗發燒，佢先至可以一覺瞓天光之外，所以咧就好影響佢個情緒嘅。咁多年嘅日常生活啊，無論瞓覺又好、沖涼又好，甚至行路都好，對佢嚟講都可能係一個好痛苦嘅事嚟嘅。咁所以佢喺再細啲嘅時候，三四歲、4、5歲嘅時候，曾經講過自己係一個好辛苦嘅人。即係佢咁樣同我講咧，我會覺得啊，好心噏嘅，因為4、5歲即係應該係最開心嘅時候，係咪啊？你記唔記得你講過？記得。我諗最大嘅挑戰係要佢都肯配合，佢一個正面或者係一個好嘅心情去面對。咁其實都會見到有啲位置佢就同其他嘅小朋友一樣，可能喺適應上邊，因為佢哋始終都係由幼稚園啱啱升上嚟小學啫。咁有啲地方佢哋可能會冇咁自信，亦都可能覺得有啲地方好難，就同幼稚園學嘅嘢唔同。咁所以我都用嘅方法咧，其實就係俾佢哋可以自由探索啦。咁同埋要俾一個好放心嘅環境佢哋。我絕對相信小朋友係可以有能力去自己成長。當然啦，有更加多嘅人係陪伴住佢哋會成長得更加好、更加順暢啦。佢有需要瞓晏啲嘅原因係佢可能成晚隻貓嘅時候瞓得唔好，我哋可以着兩令佢班遲啲學都可以嘅。我哋唔希望佢喺小一啊或者啱啱入嚟嘅時候驚咗上堂。我心目中女小嘅孩子咧，將來長大應該係一個有愛嘅孩子，佢懂得愛人，亦懂得被愛，而且喺學術方面咧，佢會有學習嘅動力，有好奇心，佢哋唔怕困難，唔怕失敗，咁會有個好清楚嘅目標，每個人會向住自己中意嘅嘢去出發。只要佢哋想做乜嘢，願意試乜嘢，又係安全嘅、健康嘅，咁就放手俾佢哋去做。我認為有一種幸福就係有一個身心健康嘅童年。